家者嘅問題咧嘅成因咧係好複雜，既有個人嘅層面嘅經濟嘅困難、家庭嘅破裂，亦都有社會結構性嘅問題嘅，例如係住屋嘅短缺啦、就業機會嘅不足啦。然而現時政府咧面對無家者嘅支援咧，部門之間咧係出現咗一啲碎片化嘅狀態，係欠缺咗中央嘅統籌，多個部門嘅工作咧可能有重疊，繼而導致咧資源係重疊嘅，服務有斷層。更令到咧憂慮嘅就係有部門咧可能喺處理無家者嘅問題嘅時候咧，甚至以強硬嘅手法去到驅趕，呢一啲嘅做法咧係無助於解決問題。長遠嚟講咧，可能更加嘅我哋需要喺根源上邊嘅着手。因為露宿者嘅情況咧，其實並非單純衞生嘅問題，喺處理嘅時候咧，各部門同埋地區嘅服務單位咧，一直都會緊密咁合作。最緊要咧係以情理兼備、體恤同埋人性化嘅方式咧，一方面我哋係要關注露宿者嘅需要，提供合適嘅支援，盡量協助佢哋咧脫離街頭生活，重新融入社會。另一方面咧，亦都要盡快處理同埋移除該處嘅雜物同埋構築物，以減少對居民造成嘅滋擾嘅。